谢，谢谢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还在吗？你们？在。让你们久等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是署名，我家就住在都兰。好，然后今天带来的都比较多是我的母语的创作，因为我自己是阿美族，然后都法给法语也在这里哦，听听看你们的孩子母语标不标准，有没有那个国语的口音？当然这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。他们在上礼拜有唱这首歌，结果下了1个多礼拜。好，今天闭幕式是，好，普健甘霖了也好了，继续。来，让你掌声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讲到奇语大家哑口无声。来，兄弟。海呀那，海呀那，海呀，耶哟啊，海呀。Pagi Faisal dekat kamar bolongai ho anakku Cisumi. Maka bahaya kisru.
实有带一点点小小的礼物了。我有带海报。如果喜欢的朋友的话，我们需要一点摇滚区的朋友。好，往前一点，年轻朋友，摇滚区还有海报，还有舞台区前面，哇，这舞台很高呢。好，现在要有海报，要赠送给在座的每一位年轻朋友，还有歌迷，还有粉丝。哎呦，过来 ，Come on， 什么？11月19号在铁花路森林公园个人的演唱会，开放舞台区、摇滚区，哇哈，裙摆摇摇。小妹妹的家长妈妈，这边有你的重要物品遗失，请到台上来领取。吴凡轩好，有人找到了，好，恭喜我。好，陈敏继续，有哇，里面厚厚的。好了，刚刚猜他唱太多阿美族的，我们切换一下频道好了。我唱一首中文歌好不好？要给我们你的歌迷啊！你看，他们就等着你唱完啊。刚刚也拿到你的海报，好。来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 Swing 到来的热歌舞。我唱这首歌很好玩，就是我很喜欢我有一个偶像，你们知道郭富城吗？我翻唱他一首歌好了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
唱母语不标准，唱国语试试看。我带来这首歌，特别制作的，这首歌叫做《对你爱不完》。会唱一起唱啊！好，还有事故脚踏车还没有抽，还有宿命的歌还没唱完啊，各位。其实他们是要听宿命的歌啦，不是为了脚踏车啦。有 dancer， 有 dancer。一个心转呀转，我不想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。我也抓不住你。我追的路好长，可是你还要转，我不想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。是你被我忘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，胸口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越怎么也抓不住你。好玩吗？那你们学一首阿美族的歌好不好？我教你们唱好不好？很简单，这首歌叫《改油印》。改印这阿美族的话是，对，小姐美少女。啊，可是唱歌的时候会加改油印这样。然后我唱黑油的时候，你们帮我回答改油印好不好？一起念呗，改油印呗，来。加油！一起学阿美族的话嘛，来预备，来，加油！对，红酒加油！有没有？很有法国的味道。好，唱一次嘿呦，一起唱哦。嘿呦，加油！乌马nga ulahan，嘿呦，加油！乌马nga ulahan，嘿呦，加油！
就在坐脚踏车了啊，还是要把他们说还是要听一首才能抽脚踏车。我今天有点放不开，因为我妈妈就在最前面。妈妈，你回来了，妈妈。我第一次这样表演，我妈妈前面感觉很奇怪哎，很像不敢做坏事的感觉，安安分分唱歌。好，那很开心又可以回来台东唱歌，那也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今天玩的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带来最后一首歌，这个是叫《我们的约定》，献给大家。好的，掌声！说明好不好？说明棒不棒？又是在卡塔鲁马达里亚瓦萨努利亚，如果要记得，你当我无罪，你打了你卡特拉，你说明打了，马卡拉真卡不给数，阿卡拉瓦的古亚卡上是的路上，出瓦努利亚，那我们不敌人一手，卡拉恩高达，那萨里比鲁卡纳不阿鲁米亚，马拉兹在鲁古迪达，阿哦咿呀。介绍我的乐手，贝斯手阿力。
花村，我们是一个演唱会，我们到时候再去为我们署名来加油打气啊！11月19号铁花村，谢谢。接下来是部脚踏车摸彩，哇！